拖着手机，又过1小时，影片一直接一直，停不下来的手机通知，跳出让我有点进去，该做的事还停在原地。说好只看一会儿，却变成一整天。催催产品像怪兽，把时间都吞噬。时间怪兽偷走我的梦，重要的事还没去行动，该写的计划还没动笔，该读的书还躺在桌上发呆中。小群里的世界总是太精彩，一个笑话又让我刷过100条动态。原本想休息，